你有冇發現身邊總係有一種人咧，做咩決定都好似好醒目、精打細算，每做一步咧都幫自己咧留定3、4條後路。佢哋以為咁樣係最安全、最穩陣，你都覺得係咪咧？但係偏偏咧，佢哋喺賺錢啦或者好運嘅路上咧，永遠都係臨尾香。點解會咁樣？因為佢哋嗰種精打細算嘅背後，日日面對嘅係無窮無盡嘅焦慮同埋內耗。相反，嗰啲真正能夠順流攞到好結果、成日好運嘅人，佢哋做決定往往好似好草率、好簡單，睇落好似純粹憑直覺。今日想同大家拆解一個可能完全顛覆你認知嘅大腦運作規律。你以為你留緊後路啊？其實可能係親手幫你大腦設計好好運致命嘅塞車程式，親手剪斷緊你嘅好運直通車啊！如果你依家咧做人做嘢都係好繃緊，覺得人生每一步咧都需要算到盡先夠膽行，得罪講句，你唔係聰明，你只係用緊高智商去設計大腦嘅好運塞車模式，盲目咁樣慢性自毀緊啊！點解咁講？好似好矛盾。喺神經科學上咧，有一個真正高效行運嘅大腦咧，佢哋發育同埋運作嘅過程咧，必須經歷一個好堅固嘅物理現象，叫做突觸修剪。又係咩嚟嘅咧？我哋將個大腦比喻成一個花園啦。當你日日喺度思考，咩都諗過度過，你其實不知不覺處於一種諗太多或者好焦慮嘅狀態。大腦嘅神經網絡咧就會瘋狂咁樣生出好多無數嘅小樹枝啊！呢啲咧就叫做神經突觸啦。一個完全唔知道要修剪嘅大腦花園，會因為你每一日事事都計算、擔心失敗、諗定好多後路，而長出密密麻麻通往恐懼同埋防禦嘅樹枝。又或者另外一個比喻可能容易啲明，就係好似一條公路，本身一條路咧就直達終點嘅高速通道，但係因為你太驚出事啦，你左邊又開一條慢駛線，右邊又開條避車處，後邊再開多一條掉頭走嘅路，結果呢條咧原本最快直通車道咧，直接咧就俾你塞滿咗無數嘅交叉路口，最終咧成個大腦後台咧徹底咧塞爆咗，變成大塞車，無路可走。所以當好運大獎、神級貴人、真正嘅商機好似雷達信號一樣傳過嚟嘅時候，普通人嘅大腦咧因為塞車啊，所以神經信號咧就要兜過好多幾萬條嘅後路嘅樹枝啦，結果你嘅大腦直接就單機啦，令你一次又一次錯過嗰啲瞬間即逝嘅黃金直覺啊！係咪好奇妙呢？聽到呢度，你可能會同我講：Y，咁點啊？做人唔計較，唔留後路，咪好衝動咯，好危險喎！我仲有成家人要等我養，點可以冇後路呢？其實我唔係叫你一夜之間徹底改變你舊有嘅生存模式，你仍然可以咧堅持用生存模式去事事計算。不過呢集內容最珍貴嘅地方係，我想你停一停，回想翻你人生目前為止拎過最靚嘅結果、最賺錢嗰一次，或者遇到一個啱嘅人，嗰一刻你真係靠你瘋狂計算、留後路而得出嚟嘅結果咩？定係你當時嘅底層身份根本由頭到尾都堅信住我一定搞得掂，我就係嗰個好運嘅人，然後憑住呢一股極其放鬆嘅直覺，一出即中啊！喺我身份意識重塑嘅遊戲系統裏邊，我想帶出嘅內容，從來唔係教你更高明嘅計算技巧，而係帶你進入一個大腦嘅後台，做一場徹徹底底嘅突觸修剪，將你嗰啲因為恐懼啦、自我懷疑而生出嚟嘅後路樹枝，好似修剪垃圾咁樣，慢慢修剪走佢。當你將大腦格式化，重新寫入好運路徑嘅身份設定，你做選擇時根本就唔需要再花力氣去計算，因為你嘅直覺通道已經清空晒，你行嘅路有風，成個人好輕盈，唔再喺大腦節外生枝，現實自然就會順流導向你想要嘅樣。我呢集嘅內容咧，好想俾你哋知道，喺生活中嘅好運係要行動，唔係計算。我哋要拒絕用過度嘅勤力計算嚟逃避一啲真正需要清理嘅多餘恐懼樹枝嘅核心課題啊！到最後可能你又會問：Y，我都想剪走佢啊，但係我幾十年嘅習慣，事事都留後路，我大腦個接收器已經習慣咗塞車，點樣可以確保我可以真正剪得走呢？
喺我個身份意識系統，我哋唔係一夜重組嘅，亦都唔係靠巨大嘅意志力，而係透過系統裏邊唔同嘅單元物理嘅操作，由你每一日嘅生活裏邊一件細到唔可能再細，完全冇計算利益嘅，好似刷牙級別嘅微細動作開始，去同你嘅大腦證明，即使你唔留後路，你都係安全嘅。呢啲微小冇阻力嘅震動，先係真正啟動突速修剪大腦格式化嘅開關啊！如果你已經受夠呢啲日日計算，個腦裏邊日日塞車，無限嘅內耗，準備好親手咁樣剪咗一啲會阻塞你嘅樹枝啊！重新調校屬於你大腦嘅底層真正清空嘅接收器。歡迎 DM 我身份意識重塑，我會分享相關嘅資料俾你。我哋下期繼續借腦升級。